好食的料理，食了互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、恶乐多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鸟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，祝福圆满红菇粿。大家紧来甲我斗相共。哇，阿公，你找啥物物件来？哪会大包细包？我闻到甜甜的香味，敢是点心？规乐红记记，嘿咻，这是红菇粿啦！阮阿公今日做生日，厝里传足侪红菇粿，讲要送互亲戚朋友。面顶真正有印古壳呢。原来是阿公生日，红菇粿红色代表喜气。菇代表长岁寿，是祈求健康、好运、福气的意思。我嘛有看过拜神制作的时，用红菇粿来拜拜哦。重要的是，这间红菇粿是用糯米做的，软搁 Q， 来食看卖。实在是够水够好食，同人介意的食物。内底豆丝绵绵松松，袂伤甜，搁袂味脆。唔通过食。恁看，红菇粿是毋是减几啊粒？有影呢，咱拄则倒出来一堆敢若山咧，即马哪会起一角？有人秘伫树仔后壁，敢会阁是鸟车头家？搁互脏掉啊！有够衰！鸟车头家，你莫笑想对新鲜的红菇粿变骹手哦！我才无咧，恁敢会使分我红菇粿互我？是安怎啦？鸟车头家，你摕红菇粿要创啥？我想要去拜我的祖先，可恶的人类！当讲鸟鼠伤过客，人人害怕。不过，阮嘛是为着顾性命，管一个花啊，煞互人掠来做实验。进前捌听暗公鸟校长讲过，因过捌有人掠鸟鼠仔去做动物实验，因为控制了无好势，煞互因得到奇怪的力量，搁有鸟鼠仔偷偷选出去。走出去的，敢若我一个，剩的无像我遐好运，因走无过手。原来你过去有发生这款伤心的代志。不过你安尼抱鸟鼠仔，我嘛无法度互因搁活起来。鸟车头家，阮陪你斗阵去祭拜祖先。你的祖先一定嘛望你快快乐乐活落去，莫搁为非三做啊，好无？灵感真正袂过够，我真情做遐济歹代志。你拢有得到教示，你若答应以后袂搁做歹，阮就原谅你。阮会带你做伙去食好料的，互你感受一个幸福滋味。啊，我会记得搁有一种粿，咱来用神奇食谱。这个好食的料理有香目的色地、好片的芳脆、刷出的滋味。上界重要的是，生意食水甜。这是用刺壳草做的粿，就是同人知的草仔粿，做伙炸来去。多谢恁对我这么好，我就抓后摆袂搁做歹啊！红菇粿的圆形就是代表团圆和谐的意思。料理救援队会当用这个机会化解甲鸟鼠头家的误会，实在是足好的。这摆料理救援队顺利和鸟车头家达成和解，鸟车头家嘛答应大家袂搁做歹代志啊。行，做伙刷摊食好料的。